嗯，我较早吼伫学做师的时阵，哦，阮迄头家哦对我偌歹呢，逐工哦毋是拍就是骂。3年4个月，差不多2年的时间哦，我逐工爱扫涂骹，爱洗便所，哦，我爱带因规家伙仔哦煮暗顿啦，啊食饱了后，我搁爱做马，互伊若徛。生活哦实在有够艰苦啦。你阿参来啉来吼，我来食嘛做会到啊。嘿，啊你伫遐加骨啊，嘛紧着时间啦。扫涂骹等即摆送你啦。哦，你用一寡头脑嘛，哦够戆的啦，拜托的。你即摆扫涂骹啊，人客一台，你是要来扫出去呢啦？即摆哦，啊去煮汤水啦，去洗碗盘啦，去啦。好啦。啊叫你去就去啊，徛在这插头仔的，啊看水的你啦，好就爱动啦，莫甲低人看人戆啊，讲甲会蠢真正，教你哦，教到我家己哦，快头啦，哼。安怎呢啦？安怎呢啦？啊，才讲你2句你就袂爽呢啦哈？你若是要结个少爷开吼，请你转去厝的。阮遮哦无欠胆的啦哈，阮遮是欠小弟，较笑面的啦。哎呦，看你个面哦，你人客一来哦，哪有心情啉果汁的啦？拜托的啦，小姐啦。叫你笑就笑啦！哎呦，这笑比哭较歹看。紧的啦，紧的啦，紧的啦！阿三，你啉我未？拜托的，这是啥物啊？紧换一个啦，紧的啦！阿三，你请我未？啊，袂使，紧，赶紧换一个啦，做较好为止啦。阿三啊，你搁啉我未？哦，拜托的，你真正有够戆的。来，我教你啦。好，做老原则是安尼啦。这杯你啉看卖，安尼就对啦，知无？等下搁试一遍啦。好啊，袂啦。阿三，啉我未？好，来酸啦。啊，这无掺糖的柠檬原则本来就酸的啊。错，啊，毋是酸的无甲会甜的。对啊，对，甜的。我甲你讲啦，做这柠檬原汁哦，就是爱互迄人客哦，啉咧嘴内哦，感觉酸啦。啊，毋过啉咧腹肚内底，啊留伫咧心肝头哦，啊，就会感觉甜，哎，知无？知啦。500块。什么500块？我教你绝招呢。啥物啊？啊？你嘛较差不多咧。迄500块交你煞就好啦哈。唔免啦。你即马便所去洗洗啦，啊洗了后，你就会使下班啊。好啦。啊，没等者，你会记哦，明仔载透早4点哦，一定爱赶去古刹市场内底哦，挂一寡烤鸡甲饮哦，吼。好啦。等者，这个要创啥啦？我还未讲了啦，啊，搁有一件上重要的代志啦，迄哦4点30分之前哦，一定爱把迄货哦送到咱店内啦，吼，袂使迟到哦，迟到你着啊。好啦。逐工我无应该腰酸背痛，安尼身体哪会堪的啦？啊，袂堪的嘛，就会堪的啊。咱即马无别条路通行啊，而且为着你，啊，搁有你巴肚底的囡仔，搁较艰苦，我嘛都要忍耐啊。是啊，你为阮母仔囝改变遮济，我实在真欢喜。但是你若伤忝的话，你着爱甲我说讲哦，莫互你想做伤济啦。上班嘛爱有休困的时阵啊，对无？真啊。
3:40，我4点要甲古早一场呢。今嘛是4:29分50秒，搁10秒，嘿嘿嘿，伊都知道啊，伊也知道，伊都哈，5、4、3、2，我等啊，交都交啊，有啥物稀罕呢？当然嘛稀罕，4点到4点偌，这30分钟内底，你毋知我做偌济代志呢？我如果排队啦、切货啦、交钱啦，我搁一路走转来呢。含着叫我唔敢去办，我即马来去便所吼。董诶，我检查一下。这烤鸡敢会烤哦？烤鸡当然嘛会烤，啊，谁讲烤鸡就一定烤的？啊，你毋捌食过哦，无芳的芳鸡哦。你是安怎拣？我看伊水水，我就甲紧开啊。啊！来！我看你人哦，嘛生了水水啦。啊，不过你爸选囝婿时哦，嘛袂选你啦。我带你教，这选烤鸡哦，都有一套上简单的方法啦。啥物方法啦？这个方法哦，就是试食看卖。你叫我废话，啊，食就食，讲遮多啦，紧食啦。烤，真烤哦！真烤啊！安尼就对啊！这烤鸡哦，就甲咱做人的道理同款哦。啊，辛苦了，才会离后甜啦，啊，知无？啊，毋若是烤鸡呢，啊有南鸡、东鸡、西鸡哦，啊别啊脸雾往来哦，拢本身拢有家己的道理啦，啊，啊今仔日先讲这套啊。好啦，我会当去便所。是啦。等者，料放了哦，这箱哦，每一条的烤鸡哦，拢摕来试看卖啦吼。这箱哦，安尼才会知影有烤啊无烤啊？我赢你啦！好啦。惊食烤，我看你哦，烤搁伫后壁。妈，水秀啊，嘿，即马即若做了啥款啊？袂歹啊！即摆店的吼，啥物工课拢捡起来做，真拼势呢，嘛真够招好人客。即个囡仔吼，前线到大汉，都毋捌遮认真过。我希望讲哦，即边较啥铁工哦，会当好好做，安尼哦，即世人才有出脱。这杯你摆呢啦？嘿啊，啊，为什么人客无啉了啊？做遮济啊？人客啉袂了，你要叫我甲硬灌哦？屁！你大啉看下。这人客啉过啊？啊，就是人客啉过，才叫啉啦。啊，你敢会知影为什么哦人客啉袂了？知啦。阿三啊，今办公去大楼要交接，来，你开上过。哦。是啊，我想哦，嘛是叫来先去较好啦。啊，那就来进去啊。我是互伊机会呢，互伊熟悉咱遮的路头啊，啊，甲熟悉咱遮的人客啦，我是为好呢。煞，无要紧，我来啦。啊，无你来说你哦。好。阿进来，我你说我了。嘿啊。妈，啊你来哦。啥物啊？啊来，这交接吼，还是你去送。啊，好啦，快去啊！阿嫂啊，歹势啦，歹势。妈，没事啦，来啦，你来遮坐啦。我就吼，规日出来去检查身体啊，啊无代志，我安来要过来，其实便当就互恁食。啊，你早起来无食啦？无啦，啊，就一个无闲，就袂记食。安尼我会歹啦。阿嫂，
来正虽然讲吼是你的员工，但是你嘛袂当一直叫伊做工课，无讲伊会三顿啊。我唔知讲早起还袂食。不要紧，不要紧啦，中昼甲早顿做就好食嘛，三款啦。好啦好啦，无恁先食，我先来哈。我来啦。母啊，算啦，你试啉看卖，我拍个食。安尼哦。嘿，好啉好啉，我食遮济回啊吼，唔捌啉过这款这样好啉的果汁。母啊，我打只有尔，哪有遮好啦？因为这果汁内面哦，有你的用心甲苦心，所以特别好啉，吼，足好啉的。算啦，你嘛紧啉嘛，互咱的囝试看卖，因老爸手艺啥款。好啉，好啉嘛？阿姨安怎讲？我哪会知啦？家己问伊。母啊，嘿，你现在在等啊？说叫我较早等来休。安尼才对嘛，无你逐工透早无闲到暗，想要甲你讲一句话，时间拢无。我来煮一下面互你食干。免啦，我袂晓啦。母啊，你来，我将要给你哦。这是我领的薪水，你收来。母啊，我食到遮尔大汉，头一个领薪水互你，虽然毋是真济，不过这是我的心意，请你收起来。阿姊啊，你当重新做人，会当讲哦，就表示讲你要做好囝，要做好翁婿。啊，我心里足欢喜的。不管讲偌济钱，啊，我绝对无嫌你钱济少，就是讲一箍银，伫阿妹心目中比100万，还佫较有价值。母啊，我会搁较拍拼啦，后摆每个月赚的钱，我拢会交你。结婚啊，这钱哦，爱交互阿嫂啦啦。阿嫂，阿母，这钱也是互你保管啦。有啦，等恁着结婚啊，这钱以后拢你来保管，你来拍算，吼。多谢哦，明天来哦。唐美玲，唐美玲，你人无爽快嘛？啊，无啦。阿姊，对啦，三啊，啊，外口钱你拢有收动的无？有啦，伫遮啦。迄银行的钱我嘛领出来，总共哦40万啦。迄苏老板迄边哦，叫咱赶紧甲伊决定啦。我无要直直催啦。伊讲哦，迄台车咱若是买哦，伊就买袂掉啊啦。喂，周老板哦，对啦。哦。啊，你今日安怎？真好啊。我看卖吼。啊，车无伫咧哦。哦，嘿，进步。哦，摕去洗洗啊。不要紧啦吼，车若转来吼，你再打电话来，我带你电话啦。好，多谢吼，多谢。阿三啊，啊，周老板讲吼，等伊台火车出去啊啦，啊若转来吼，伊才打电话互我，我才过去看啦。对啊，咱有钱哦，赶紧把咱迄台车牵转来哦，安尼心哦才会安啦。对啦，嫂啊，你要甲咱的火车买转来哦？是啊，啊最近吼我有欠寡钱啦，想讲吼买上迄台车买落来啦。诶，来者，免洗啊，去倒粪扫。哦好。喂，嘿妈，什么代志？啊，安尼哦，我这个来进来讲啦吼。来进来，妈妈讲袂算吼，迄巴肚无爽快啊，你带伊吼去病院医生看啦。好啦，啊，我先来倒粪扫。免啦。
我去倒本扫刀啊，你先等下。我先来哦。阿三嘛较紧，叫你扫完呢。好了好了好了。哎，小大姐啊，大姐啊。喂，哎，苏老板，哦，车转来啊吼，好好，我随过吼，好，多谢多谢。阿三啊，啊？苏老板讲吼，车转来啊呢，我随过去啦。哦我兼着你讲吼，啊钱互我，钱啊是毋是掉你遐？钱打到，嘿，钱诶，啊钱是空的，钱我打到钱就去迄个，我打到吞咧，我打到吞咧，这个才公孙笑的呢，钱无去啊，哪有可能啦？打到。我你就是甲我讲40万，啊去。大拄咱三个人伫的时，钱就伫的啊，啊咱食出去的钱，啊钱都无去啊。来钱，来钱啊！哎，嫂，咱赶紧找一遍啊！啊钱无伫遮，一定是要来钱摕去啊！一定是来钱后，大家钱摕去跋筊的嘛，啊无你去白银那会无去的啦，啊钱嘛等于无去啊！啊，毋过即阵啊，来钱已经改好啊。筊若是遮好改哦，天下早太平啊啦！早起店也无人客，干那阮三个人尔。啊来钱就走，啊钱就等咧无去。敢一定是伊？是啦，真是啦！我在咧怀疑讲哦，伊为着某为着囝的人正经改好，我想袂到这是假的。对啊，我嘛是假是讲哦，伊有心要学做生意啦，啊结果咧，想袂到哦，伊是有目的的啦。啊，恁人伫遮40万啦，单机开来啦，这开来啦，钱啦，你假啊？真啊！你是毋是搁听人说一个跋筊？够吧？我无啦，什么钱我拢唔知影。唔知明明就你听都唔知啊！三万块啊！亲啊，你讲你无，那你我问你，我人无爽快，你讲要转来带我去病院的，啊，我等你等拢无，我甲阿母拢去病院啊，转来啊，无，你讲你去倒？我哪知数有啥物40万啦？我为了要看电啊，雄雄公公在路弄一个老伙仔，竟然送一边，搁赔人2000块呢。敲电话出来无人接啊，真是有够衰啊的，无甲一人甲我关心，搁甲我骂来骂去。哎呦，搁伫遐讲好笑，什么老伙仔，我被来拍死啦哈！太怕了，太怕了。小姐啊，你啥那要安尼做？遐钱哦，是我一身一日辛辛苦苦赚的，你知无？嫂啊，你莫冤枉我，我真是无摕啦。火车甲货运行，拢是因为你才会无去让别人。这代志我拢无怪你。我想讲你本性袂歹，有一天你一定会悔改。我这么有信心，我这么用心要对待你，我这么相信你，你是安那要安尼对待我？我是甲你冤仇是无？嫂啊，我讲无就是无啦。恁是要我踮案件头头前就专才要成就啦？就抓免啦，就抓变报告，唔捌看到你改过啦。你若是唔会来哦，心嘛无我就甲你斗相共啊。明仔载搁只店了后，你免去啊。嫂啊，嫂啊！我甲你讲，但你石头路一定是对你客气啊，唔是带念你了还袂出声啦。我早就叫警察抓你啊，叫遐你动你的脚筋啊！哈！算啦，我真是无啦。母啊，我真是用冤枉的啦。
飞来收花期，青春男女好情谊，双人长美甜。妹妹我是真正意，不敢讲出嘴。春天樱花正当时。双人来到阳明山边。